然后我讲第四点就是叫这个精进度就精进度实际上我们的语言来讲是叫一种勤奋就是勤奋，也就是说，从修学当中来讲，我们对时间和出时间的一切都要这个勤奋的去修学，否则的话你特别难读有些人觉得是叫做是做轻于难读像我这样的人都肯定没办法，那这样的难读、懈怠、放慢放散就是不合理的。昨天有一个人说，我们台湾人冬天也喜欢喝冷水，夏天也喜欢喝冷水，到了台湾以后不能喝热的，一定要喝冷的，所以给我也是喝了一个凉水，就是，泼凉水不行的，但是喝冷水应该可以是吧？不要泼冷水。刚才他不是泼冷水这是倒冷水，倒冷水可以，泼冷水不好。所以刚才我们说我们要精进就是要精进的话呢，精进有3种，也叫做是开加精进、真心精进，还有不退转的精进。什么是开加精进呢？我自己从内心当中，就像学佛的话，像诸佛菩萨那样的勤奋努力的获得了成就，我也如此的修习。我们一个世间人的话呢，做人和企业和做人和成功的事情，别人都是那么的成功，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各方面的这种超胜的就是你们经常说是超好、超好，就是所以就是说他那么厉害的话，那我也应该向他学习，就是从内心当中披上一种铠甲，就是这叫做是这个铠甲精进。然后什么是真心精进呢？不仅仅是光是内心当中，有些人心里经常说口头上也说是计划的很好就跟别人谈的时候天天都是谈，但是实际上呢，就行动上什么都不走，明日复明日，就是有些人说起来的时候很好听，这个人是真是，他如果真的做的话，他就是国家总统也没有问题，总理也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渺小，很微妙，而且做的事情全是乱了，就是有这种情况。那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有头有尾的，有次序、有安排、有计划、有目标，一直就是要做下去。修行也是一直就义无反顾的这个做下去，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叫真心精进有些我像我们个别人就是做事情的是刚开始发愿以后，中间的是一直我看到这里有个别大的就是有些做的事情的话，那一直是好多年了，10几年了。比如说做书办中心还要这个学术的这种交流就是很多事情的话呢，那就是永远一直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就是这叫做是真心精进。那不退精进呢，我们这件事情没有圆满完成之前的话呢，就是一直不退转。就像学佛呢，来至佛果之前，就是我们的修行就是不退转。那同样的，我们实践当中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把这件事情没有告完、没有告成段落之前的话，我一直学下去，一直做下去。有时间经常有叫做这个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也是很多人就我看这个台湾跟好像其他地方有点不同就好多比较从比较而言年纪比较高的那种还在努力就是昨天我们车上有一个导游，就是说这个他是60岁，但是还是很好的，就是在飞机场就是有一个60岁的人也在上班，就是很好的。新加坡那边也是有一个70岁的人，就是他还是在上班，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活力。其实人你不能就是到了这个60岁、50岁就我现在老了，我现在不行了，就是好像自己没有这种新的力量的时候呢，什么行为都是搞不下去，就是这样也不是很好的。应该是一直像这个禅门大德当中有这么多的100岁老人，他们一直没有离开世间之间，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不断的就是做就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这叫做是精进度，
啊，就是我们的精进呢，按照大乘佛教最高的要求来讲，凡是心持善法的，就是这种乐性的一种叫精进。但是平时我们的有些精进啊，我们现在世间人们啊，就也是应该可能压力比较大，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是从早到晚就是辛辛苦苦的做，其实这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享受，不要认为是我好痛苦啊，压力很大，好痛苦啊，很多人越来越这样觉得，其实只是你只要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啊，就你如果没有努力下去的话，那就是这不是个很好的。应该有一个人有一种积极性，就是这种积极性呢，在用在这个学佛当中的话呢，那更是一种这个成功成就啊。就这叫做第四个叫这个精进啊。